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5夜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到高雄，讲到这凯美丰泰雨水量，到今仔下晡6点左右呢，这高雄山区的雨水量已经来到1619毫米，这雨就亲像是用对共款。伫高雄基山呢，有一个土石啊放落去，冲入去一间人家厝内面，甲这厝主翁仔某当场是砍掉的，救出来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咯。伫咧美浓的黄蝶水谷，也有30个囡仔呢参加这营队，目前是人正平安。咱来讲到布林桃园顶山区部落，也拢传出到水崩山的灾情。民家厝门口的通道，互土石流的土水淹起。基山新公里这个民家厝，2月中昼土石流是规个冲入来，紧速接到通报来救援。77岁厝主的太太送病院抢救，但78岁的厝主救出来的时阵是无喘气、无心跳。救出受伤女妇，送往旗山医院救治，目前意识清楚。令李姓屋主救出，不幸已无生命迹象。因为落大雨汹涌淹起来的南枝山溪，最为离宝山敢若剩1点距离尔。基山新基尾桥规个封起来，美浓湖的湖水嘛漫出来，大水中国淹入去美浓的市区，中正路顶真侪路段，看起来敢若海，造成真侪受困难行。消防人员紧载救生船救人。刚才地下室现在就慢慢的淹上来了。市长陈其迈早起是紧急到美浓去视察，淹水嘛，互当地黄蝶翠谷参加营队的30个囡仔受困，无法度落山。超级大水雨是造成高雄山区地灾性的雨量，无林岛达林岛气象站到下晡要3点，测到24点钟累积的雨量已经有1338毫米。到达部落的居民是大水甲对厝内流出去的物件捡回来，路顶阁有交通号志，互透风吹个倒去。去前人国温泉的路段嘛，因为土石流无法度行。道路方面都因为很多的多处塌方，所以交通也是没办法进出。目前有派一些人去维修。大风大雨，互山区有真侪行淹水、崩山和土石流的灾情。土水和桃园一寡路段的交通拢断去，一大堆路边的树仔倒去，互工作人员是无用试试。好楼梯现在积水爆涨啊！汹涌淹起来的道路溪和溪底的便道拢淹起，土水是冲到有够厉害。但23枚南明隧道头前嘛放管制标志，先封起来。警方嘛提醒民众莫强要入去山区的路，确保家己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摆风台和高雄是淹水淹到真严重，全高雄25个下水池也拢甜啊！而且高雄山区规港的雨水量已经超过木大克风台1334毫米，佮再加上即几港是大流，爱河水位也拢满起来，水才淹到车路也佮厝内面。伫高山3路遮，规排民众用布炉要甲水扫出去，车路顶悬也有一堆粪扫。其实透早遮淹水关度是到胸坎，即摆水是退甲差不多。高山区20个累计雨量有273毫米，也造成插山地方地无法度承受。居民拢讲，过去若无地方地，遮是愈高淹水。即摆淹水是有80公分悬。来足久无淹嘛，伫水洪就有差。啊！伊即摆用规个爱河拢填起来，你水嘛无法度排啊。到乡康遮，就是水就是足悬，就是已经几啊年无淹遮悬啊。凯美丰台大内雨量实在足大，高雄119条区域排水加25座地方地全部拢满水位。高雄市府表示讲，山区规港的降雨量已经超过莫拉克丰台时阵有1373.5毫米，市区嘛超过100毫米的雨水量。亲像三明区的本河里地方地的水，透早开始甜起来，到下晡车路的水拢退啊，毋过地方地的水到搭又完是满的。高雄市的雨是落规工的，茶山地方地即摆水是规个淹起来。高雄市总共25个地方地拢是同款的状况。今天也刚好天文大潮加暴潮，也刚好碰到类似这一种100年才会一次的大潮，就是说像爱河要排出去的这一个水位非常的拥高。没有办法排出去。水利局局长表示讲，除了雨量伤大，上主要阁拄到海场，25个地方地才会全部填起来，现场也加派抽水机。记者钟义辉、顾兆荣高雄报道。讲到即摆风台风雨，有影是太大，高雄真侪所在拢淹水，甚至是淹超过半个人悬。市区也有真侪车轿车、乌多摆因为进水就来调车，水也拢灌入去地下室啊。这民众也讲，即回平北风灾更较严重。
画面内底消防警员爱流火啊，撩水要离开。25早起9点外，高山永德街一间人家厝传出有2个流火啊掉伫遐，消防接到通报去救人。因为凯比风台高雄落超磅的大水雨，美术馆主题区四界拢淹水，乌多摆去互风扇倒去，抓进咧水底。海军陆战队的弟兄，他们也是及时来帮我们做沙包的这个处理，还有清淤跟排水的部分。自雨做伙，甲水涌出去。大水河的水灌入来左营的桃金园路这栋大楼的地下室，因为卖府甲水闸门扭起来，致使地下室淹水，都惊车浸水。自雨赶紧甲水卡出去外口，也若三明区德山街迄口里啊，搁较嗨，水淹甲现坎，有的车是强要淹甲无快。环保局都来了，也都说没办法，他们说河边那边也都满出来。也若伫咧巷仔底看到有人吊车，入去室内，惊因为淹水电风会漏电，赶紧用椅仔甲架互悬。水桶伫灶骹浮咧沉咧，前镇镇海北街透早6点外开始淹水，水淹到脚头尾的悬。有民众讲，就连800风灾嘛无遐严重。风台带来超磅的大水雨，地势溢起来水位超过大楼的警戒值，短时间内水势袂利。毋但高雄的北平、南平人武交流道一日落来，就看到规条路拢淹水。大德街甲仁智街水直接淹入去人家厝，也若八卦里爱河的所在，水嘛规溢出来。现在整个爱河的出口这边水都满了。主管电波桥嘛，因为上北台17线的路段淹水真严重，早起6点外甲桥封起来，而且垃圾水嘛直接溢入去徛街内底。6点多的时候就封路了，差不多到大腿了，应该是排水不良而已啦。到下晡，就算有的所在水小可较提起，不过路面要是会当看到有人吊车，或者是汽机车浸伫水底，因为高雄要是持续透风落雨，加上真侪所在有淹水的灾情。消防警员等等的单位嘛提醒民众，若出门就一定要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凯比风台即马已经减少做轻度风台啊，安生拜五陆上风台警报有机会解除。目前台湾东半部已经脱离暴风圈，不过气象署也提醒讲，到明仔载透早，中南部也是继续落雨，也若这中部以南10县市有发生这超级大水雨的几率。气象专家也分析讲，风台外围环流和西南气流互相作用，搁再加上这大楼，会让这落大雨时间久搁较长。客家大型家具浸伫水内，抑过10米，为厝外冲一摆。鹿草乡林溪因为大雨淹水，消防局出动抽零船，舀水到受困民众厝内，协助居民离开，先到安全所在避难。家里面哦，那边都大概多高？淹到这里了。已经减少真做轻度风台凯米中心到马祖附近继续向西北线牵引南边80个环流分系带来真侪雨量。气象署提醒，就算台湾本岛到达脱离暴风圈，中南部地区地震没了，也是设置超大水雨。它的环流还是相当宽广，目前暴风半径仍然有250公里，尤其持续为中南部地区以及即将为离岛地区带来显著的豪大雨。南部的这个总雨量的预测，有上修到2200毫米的这个降雨量的这个情况，西南风的这个降雨的状况还要再持续。24点钟以来，高雄市多达面度落雨已经超过1100毫米，嘉义本基河、屏东尾寮山雨量拢超过900毫米。今日风台往西北，雨带也大大影响中部地区，有5拜5陆续风台警报机会解除，中港雨也登湖。记者综合报道。受到风台吞大这代替东部干线中德站到福仁站之间，因为去互这土石啊砍掉的，加上这电车线来登去，这小清水桥呢也去互冲甲登去。目前这铁路双向是无度通车。若讲到这西部干线是开放区间快车，东部干线的部分敢若走到苏澳尔。若讲到南回线，因为落大雨的关系，火车暂时无驶。那个人跑了。有吗？老手的代替导班人员看到一大片土照高安尼放落来，较紧来确认当人的安危。大雨落袂停，代替中德甲福仁之间，互土石流甲路线砍掉，电车线嘛断去。另外小清水溪桥规个拢冲断，路基嘛无去，跟那剩铁几个架啊挂伫遐。代替考虑到人员的安全，宣布等天气较稳定、风雨较细，公务单位则含顾问公司的技术和专家学者做伙评估，做刷落来的抢修。在人员确认安全无虞的状况下，会调
由花莲端以及宜兰端这边分别从2端去进行，实际修复的时间还是要人员到了现场之后做评估。目前东部干线的中德到河仁之间有4个所在受损较严重，西部干线是八江溪桥的南桥大路基拢无去，所以对河的列车是继续停驶。西部干线对嘉南到潮州机动驶区间快车，东部干线运行树林到苏澳和花莲到台东，南回线因为风头雨大继续停驶。交通部长李明言下晡到台铁应变中心了解灾情，只是一定要在安全状况之下才抢修。现在没办法开，我们还是要坐台铁，因为我们是搭那个铁路来的。本来也想说晚一点搭南回，现在也不同，所以只能再留一晚。台湾高铁是在下晡2点开始恢复营运，适用南北端点每点钟各发3班全自由座列车的营运模式，逐站拢停。真侪旅客在恢复营运的第一时间就来车头等。赶着回去耶，因为我本来就是前天就上来了，刚好遇到台风。不过还好每个小时有3班也很好啦。风台愈来愈远，台北捷运的班次嘛开始愈来愈短。下晡3点了后，就恢复作假日的时刻表。以邦南线做例，班次9分，含淡水信义线小套的路段4分半到1班车。后壁看运量和风速，继续来调整班次。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风雨真大，也互屏东真侪所在拢积水啊！伫李港、高树、东港、邦寮、拿来九如也拢传出灾情。警消之外是利用大卡的塑胶桶或者是救生艇，甲民众救出来。这2天伫南部沿海着5只外籍货轮看山，其中1只是坦桑尼亚籍的货轮，可能是伫咧高雄港外海沉去。本地有9名缅甸籍的船员失踪，目前是有找到3个生还者。消防人员利用大卡的塑胶桶，把李港乡2个民众救出来。风台内是透风落雨，造成屏东真侪所在淹水。高树乡地势较低的所在毋但淹水，水可能嘛真错流。救援的人员赶紧把民众送去乡公所安置。东港海水倒急，水淹过中山路，跳倒摆的人敢来当冒险徛过，风是透甲，行路的民众嘛强要徛袂知。邦寮大庄村海湖路附近，因为水一时下袂离，28岁的人敢来当目睭金金，看水规个溢入来。啊，逐年地当讲啊，这就当淹水啦。逐年就淹嘛。怎么啊？了落雨就淹水。也若拿边溪水头爆发放起，水就像水墙共款规个拼出来。边仔的了后是淹甲强要无快，拿边水利村的渔港安检所嘛浸伫水底。村长讲，这项受到2009年8八洪灾情形。太严重了，好啦，但是嘛差不多啦。市场搭石板的业者规暝拢困袂去，日时也受风雨赶紧去顺的，估计损失恐惊要到100万。连续果菜批发市场淹水，就连屏东车头内底嘛咧漏水。不过，就算是家己驶车，嘛有可能拄到其他的情形。这只轿车是围顶伫警示，边仔嘛有人吊车。国道3号九如交流道附近，水是淹到半个脸倾悬，地主有的车直接掉伫路面，迄若车主是感觉真无奈。啊，伊就是无叫我有遐落来啊，我唔知啊，怎叫遐我嘛无法度啊。这个风台内嘛，地处西南部海面的天气真歹。海委会主委关佩玲讲，目前拢总有5只货船靠搭，包括1只伫台南安平的外海，3只伫屏东沿海。1只伫高雄新达港的外海，计共有58个人员拢平安，船嘛无损害，而且暂时无漏油污染的风险。不过有另外1只伫高雄港外海，坦上年亚籍的货船当像是沉去，海巡署出动100吨的船艇去救援。不过因为天气歹，伫高雄港无法度出港，因为原底船顶9个缅甸籍的船员失踪，目前已经有救到3个生还者。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到台南，讲到台南呢，昨暝是到单一直透风落雨，其中关庙的灾情也是真严重。这关庙的南乡桥，因为这2日溪做大水，地区附近的人家厝有的是淹甲半层楼遐悬，家具、轿车、奥多摆拢浸伫咧水内面。附近有3帮桥也拢先封起来呀。另外讲到这三亚溪的水位呢，也超过警戒，造成仁德真侪车路拢淹水。海边风台大来风雨有影大，感情这栋透天厝水淹到半层楼悬，连人要出来就要豆豆啊游才发到。
这是台南关庙古洞里南乡桥参高雄阿莲交界所在，因为2000溪中大水，地处伫边仔地势较低，关庙河段嘛淹甲足严重。上街自好淹甲1公尺高，家具拢总浸水啊！较在人平安无代志，部分住户嘛出现停电。清晨4点水开始进到屋内，然后大概早上10点的时候，整个高度从1米，然后现在直接看过去就是1.8米。我都避得掉了哦。没有办法，因为有些微的漏电不敢进去。依乍博啊那样，可能是大潮起来的时候哈，整个水都溢起来了，几洪太急了哈，所以水沟都排不出去，主要是这个原因。为了考虑安全，南乡桥、北新桥、新埔桥这些所在拢暂时先封起来。当地里面讲，这摆是莫拉克风台了后淹上悬的一届。另外，三亚溪目前超过警戒水位，地处林地有侪道路嘛拢先封起来，避免有车辆掉落发生危险。气象署针对台南发布超大雨特报，预估到下晡2点为止，关仔岭甲闸门累积雨量已经超过400毫米。这个外围环流大部分都是影响到高雄跟屏东，它的强度来讲啊，它可以达到时雨量50毫米以上。那随着这个台风一直前进，也许这个外围环流它就会再往北一点，就是说台南如果受到这个外围环流影响的话，有可能会发生时雨量50毫米以上。台南境内的北江溪、闸门溪、咸水溪等主要河川拢中到警戒区，到中条为止，封路拢总30条，嘛超过40只桥梁封起来。中南部的雨势陆续会较明显，所以乡亲嘛是爱注意安全。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当着这款的天灾，这消防人员确实是辛苦啊。讲到这风台风雨是真大，家己北江溪溪水规个是满出来，一寡地势较낮的所在也拢淹水。水上乡的乡长伫咧面册就写讲，这抽水机是抽袂赴，人气潭水库也拢填甲流出来，将有可能的害这淹水灾情变更较严重。目前已经有这6个嘛是淹入去人家厝，加在有消防人员甲坐轮椅的阿嬷解救出来。雨落袂煞，水浸甲脚头夫，黄土水一度淹伫徛街，家具拢浸伫水内，家己3个喘275岁民众受困，消防队员去救援，阿嬷坐轮椅，队员用手按起来。水淹几支啊？个对啊？哦唔哦。嘉义县鹿草乡后骨川路，因为南靖大排溪水不定溢出，造成附近村头淹水。消防局出动秀玲船，消防队员撩水救出5个人。里面的水很深的，是不是？对啊，到红线有到小腿处了。刚才带了5个出来，已包含说里面还有人能受困，要准备进去。嘉义水上乡二乡村车路的水已经浸到半个车轮悬，消防人员准备救10个人左右的受困民众。通学桥边车轮溪北中水深淹到将近1楼悬，民众密伫2楼无愿意离开。他们没有要撤伤，丁黄的都已经撤离了。里面水淹多高了？水淹多高哦？我将近1层楼哦。经过规暝大雨，北中溪溪水也真惊人，水上乡乡长也发文提醒，溪水超过爆发，一直向爆发内底倒灌，抽水机抽制速度比袂过溪水倒灌的速度。另一潭水库的水位也一直清悬，达到警戒水位。到2早起9点半开始自然溢流，恐惊雨灾情更较严重。水上乡新柳村美上美社区挖北中溪，暗过伫洪池水位已经满，抽水机一直抽水，暗过溪水依然是溢流。消防署赶紧调2台抽水机。溪水倒入去啊，倒入去啊，即摆来换我从来开始用抽水机啊，我先来抽出去，共款嘛是抽入，尽量减少阮内底的淹水安尼啦。海面风台惊人的雨量，真侪所在积水淹水。嘉义县175线永琴二河桥，第82中河交流道第1线278公里北上溪桥，真侪路架桥拢交通管制，民众一定要细致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赶快来关心家己，讲到德家有水崩山，这土石啊，拢冲到人家厝内面，也害这早餐的机具拢歹去。这风台扫断电线，阿里山游乐区深更了后就开始失电，但是人员是拼性命伫咧抢修。那讲到阿里山要去眉山的梅岭大桥，也发生路面塌落去的灾情。水都满到路面上。塞车去家己德家的观音水墙，因为凯比风台透风落雨。车路袂输变做一条溪。
路邻规个拢是雨冲落来垃圾水，来到这间人家厝，工了后壁规个土石拢放落来。这里是文峰村。当地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嘛赶来关心，因为这雨去年送个才打办了，迄当阵因为大雨引起水崩山，土石冲入去因家，千人的大厝因为安尼规个淹去。这个水崩山，土石佫冲入去因厝内，造成农机具损害，厝主是真无奈。我家电啊，甲农机啊，甲咱一寡农产品啊，嘿啊，我本身我有市场啊，规个全部拢物件拢总共6分都拢破掉的。这个当谷浆全部切面四四方方这样子，现在全部都满了。毋但得家有灾情，这个风台嘛造成山区的树仔倒去，还佫因为去破着电线，地处电火条仔规个倒去。阿里山森林游乐区2号透早因为规线跳起，地处停电。泰米台风来袭，目前阿里山停电中。昨天晚上到现在，雨下不停。因为去了阿里山的台18线，路连规个土煤水，还佫有的路段放起。台电的人员对工务人员想办法去山区内底修理，希望甲电力设施修理好势，互民众生活较利便。也若阿里山要去梅山乡的梅岭大桥，嘛发生放弃的灾情。除了甲放弃的所在用交通线围起来以外，警方嘛甲车路先封起来，以防发生交通的意外。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凯比风台先经过菲律宾，才来到台湾。不过这菲律宾的灾情是偏台湾更较严重。根据着美联社的统计，目前上无有22个人死亡，3个人失踪，也佫有90万人有路无厝。因为首都马尼拉也进入到紧急状态。另外，一只游轮伫咧鲁宋岛西南部外海沉去，也因为这是天气真歹，无法度判断这游轮敢有漏油。20英尺的火柜就爱伫大水当中流走。对这2天的马尼拉地区来讲，是河流也是走路已经无啥物差别。凯米风台虽然并无登陆菲律宾，不过当地灾情是未输予台湾。23到24短短24点钟，都雨量超过200毫米。2号大水大大提起，民众原来清除厝内外的稻谷秣仔，原来清点伫大水甲土石流当中损失的财物。Actually kami dito sa Gumamela, sanay naman kami sa baha. Pero yung ganong kataas, hindi. Iba siya. Iba talaga, delikado para sa lahat. Ganon, o mawawalan ng gamit, wala kaming safe na pupuntahan. 菲律宾目前都是7、8月雨季，大水雨加速灾情对大部分民众来讲真平常，不过这摆灾情特别严重。除了马尼拉地区淹水惨重，予人真惊吓。陆上岛南部山区土石流也增加人员伤亡。到目前为止，凯米风台造成菲律宾至少22人死亡，另外有3人失踪。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除了宣布当地是重灾区，也决定拨28亿8千万披索，合代票超过16亿来援助灾区灾民。另外，鲁宋岛西南部巴淡县外海一只载满37万加仑工业用燃油的油轮并船，已经救出16个船员当中的15人。另外，船顶的油是不是已经外泄？菲律宾运输部指出，当地海上油源无好，无法度出海评估漏油的情形。公司新闻徐家仁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了后，只是伫咧白宫发表演说。伊俄罗副总统胡锦丽是优秀的领导人，拜登是无说明伊退选原因。不过，伊强调讲，伫伊任期内会继续处理加沙停战，也有枪击暴力的问题。离美国总统大选只剩3个月，民主党现任总统拜登确定要交予伊副手贺锦丽来选，并且伫咧24暗踮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发表确诊以来第一场全国演讲。拜登一开始先讲，有这个荣幸会当做总统，伊尊敬这个办公室，因故伊更加爱家己的国家。而这么捍卫危险的民主，比任何职务更加重要。So I've decided the best way forward is to pass the torch to a new generation. That's the best way to unite our nation. 拜登说落来用正平静的语气讲到美国的未来，讲到伊个人执政时期所达成的目标，讲伊为国家服务了50多年，也讲说落来6个月会继续履行总统的职务，专心处理气候变迁加枪击暴力等问题，并且继续为停战努力。And I'm going to keep working to end the war in Gaza, bring home all the hostages, and bring peace and security to the Middle East and end this war.
拜登也侮辱伊副手贺锦丽是有能力的领导人，伊强调伊家己已經做選擇，說落來就是美國人家己來做決定，捍衛美國的民主。I'd like to thank our great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She's experienced, she's tough, she's capable. She's been an incredible partner to me and a leader for our country. 外國媒體評論是指出，這場差不多10分鐘的演講，拜登並無清烈說明是甚麼原因，可以決定在選前3個月退出選舉。公司新聞兩岸編輯。美國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 Trump 伫咧24日造勢活動，伊唔但批評賀錦麗，也講拜登的演講講甲是不得不切。即馬美國福斯電視台也邀請 Trump 和賀錦麗伫咧9月17來進行第2場的總統大選辯論。美國總統拜登宣布退選了後，支持副總統賀錦麗接受競選。美國前總統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24日喺北卡羅來納州辦造勢活動，批評賀錦麗是激進的左翼分子，嘛是笑話。If Kamala Harris gets in, she would be the most radical far-left extremist ever to occupy the White House times 10. There's never been a lunatic like this in the White House. 川普批評賀錦麗是美國歷史上上無能、上左翼的副總統，認為賀錦麗的移民政策援助2000萬非法移民進入美國，是對非法移民的直射。嘛批評賀錦麗的提囡仔政策會殺害無辜的紅顏，會個發出家己有名的話，講要開除賀錦麗。But this November,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going to tell her, no thanks, Kamala. You've done a terrible job. You've been terrible at everything you've done. You're ultra-liberal, that we don't want you here. We don't want you anywhere. Kamala, you're fired. Get out of here. You're fired. 另外，川普閣伫個家己創造社群媒體平台真實社群連續發文批評拜登交棒演說真爛，嘛考說拜登甲賀錦麗是美國的一大鐵約。暫時美國福斯電視台已經邀請川普甲賀錦麗在9月17在賓州辦第2場的總統大選辯論。根據 CNN 上新的民調顯示，川普領先賀錦麗3%，不過路透社的民調是賀錦麗領先2%，攏在誤差範圍內底。另外一方面，美國 FBI 聯邦調查局的局長瑞伊24日出席眾議院的聽證會指出，槍擊川普的20歲險官克魯克斯早就有預謀，為7月7日開始，並且真關心川普13在賓州集會的信息。佮要用網絡搜索美國前總統甘迺迪受到暗殺時陣的資訊，包括親手甲甘迺迪的距離。13迄一天，克魯克斯登記參加這一場造勢活動，佮佇川普有頂就來演講的2點鐘之前，用無人機飛過會場空中差不多11分鐘，意思是為着要觀察地形。公司新聞台是唐炳益。講到這巴黎奧運2日就要開始啊，也因為維安真嚴格，民眾或者是遊客，若要經過這管制區，攏愛申請 QR code，摕到身份證明才會當通過，所以來引起民眾埋怨。經過巴黎紅色管制區，親像塞納河邊、羅浮宮，也是埃菲爾鐵塔這所在，不管是居民還是遊客，攏愛先佇檢測站提出 QR code 含身份證明，才會當出入。2024巴黎奧運就要開始啊！雖然內政部的政策是為着要確保安全，但是當地摒掃的工人講，警察是一個叫伊行這條，一個閣叫伊行迄條，本地只有25分的路程，即馬行1點鐘。閣有多多車的司機是不滿管制，多多口說講，恐驚只有總統馬克宏的朋友，才會當佇這世界行袂轟動。On n'a pas encore eu les autorisations, on ne sait pas pourquoi. Peut-être que il y a que les amis de Macron qui ont le droit des autorisations, ou alors des lobbies comme le taxi où je ne sais pas comment ça marche. Mais nous, on n'a pas eu d'autorisation, donc c'est pour ça qu'on a pris des vélos en attendant, parce que on a des familles à nourrir aussi, quoi. It's been really hard because everywhere has been barricaded, closed off, blocked off, and there's everywhere policemen, so it's hard to get around here. 另外一方面，已經帶入去奧運選手村的澳洲女子水球隊，23成有一個隊員是確診新冠病毒，變做這屆奧運第1個新冠確診案例。24個證實另外4個隊員嘛確診，全隊這13個人都有要一半攏確診。這5個確診的球員攏會掛喙暗繼續練習，但是會安排獨立的房間讓因休困。雖然確診的鏡頭無明顯，但當看到新冠病毒已經入來選手村。We treat COVID no differently to any other respiratory illness, but we want to ensure that we have our protocols working as well. And dealing with these illnesses and minimising them is a part and parcel of every Olympic Games.
日是伫英国伦敦国会广场外口，草坪顶悬是立487这个数字，来哀悼对俄罗战争爆发以来罹难的乌克兰籍的运动员。在人内面是有机会伫奥运的比赛内面摕奖牌的好选手。运动员使用的运动器材是特别使用乌色。伫即届奥运，乌克兰是派140个选手来参加，是对乌克兰独立以来参加奥运的人数上少的一摆。公司新闻新乐报的编译。昨伫咧花莲市的中兴路发生一件意外，就是这厝尾顶的矮墙倒去，这砖仔角落落来撼到一台轿车的后半身。这伫后边的妈妈不幸来过往，7岁囡仔犹原伫咧家护病房抢救。那这驾驶呢，就是爸爸。爸爸表示讲，因是出门买物件，车拄停好势，就发生意外。行路摆者行动无方便，于是二是车暂停伫花莲市中兴路，叫6楼吹来女儿墙夹到的4码驾驶，倒脚也因为安尼受伤。这伫后座4个月加后抢救了后不治死亡，7岁的后生还搁伫加护病房救治，也未脱险。小孩子在病房里面买东西而已。从哪里要去？从家里啊？对，在附近而已。下车了就准备停不到1秒就掉下来了。案发地点，好急着的白色轿车还未刷走。其实4个月加后，伊是伫门洛病院工作8年的门诊护理师，中昼到下班返厝。一家伙仔住伫离事故地点差不多1公里左右的华夏街，伫风雨正强的时阵去超商采买，煞发生危险的代志。亲友也伫2、5早起去已经破高高的车顶提证件。刚刚要突破转运，先运然后突破掉，现在还在插管，现在等那个把里面清除。现在这3天是为期时限。目前生命真相是相对稳定，但是它随时可能发生变化，伤到脑干的部分，导致瞳孔放大的时候，你要让它脑部能够恢复，那个机会其实真的要奇迹了。根据了解，这栋大楼是美伦饭店所用的员工宿舍。饭店协理到派出所做笔录的时阵表示，楼尾顶加起的部分买入的时阵就已经起好啊，是寄存的违建，平时也并无使用。我们是跟他承租当员工所用，原屋主卖掉的时候就已经用。美伦饭店讲会主动协助受伤家属的医药费，因为这栋大楼厝主是2012年买入来，警方会通知原厝主到案来查清楚案情。记者综合报道。凯比风台扫过花莲，造成真严重的灾情。这秀林乡的庄德村附近的山壁，一直有这落寒满的流落来，经过车拢爱驶脚板，后民众的车驶伫咧半路就机熊插入来。另外，这东大门夜市经过风台吞打，真侪大拢严重损害，了上万块，可能爱开1礼拜时间修复，才会当继续做生意。怪手全日抢通，开密风台扫过花莲，一直落雨，造成苏花路人全线真侪所在崩塌甲土石流，目前全日抢修。按算日啦，开放所有附近路段通行。在秀林乡庄德村附近山壁出现黄色水墙，连续冲泥流，拖到路边，车爱检测通过，当地居民看甲是心惊惊。会不会怕持续崩下？会怕，最好1-2万块哦。倒去的路台一台都爱2万，直接乌有去，冰箱门也吹落，涂骹拢是正乱的换个顶，只是东大门夜市受损上严重的打，全被卤肉饭伫火汤。我都现在没办法整理啦，乱七八糟的。花莲经过强烈大地震了后，观光业惨淡，真无简单。5万休载人潮回流，所拄着风台，点头唔知要安怎渡过难关。官府要拼支持恢复营业。1个礼拜以上，不能做1个礼拜以上，而且那个地震也都没生意啊，对不对？暑假人家也不敢来啊，一直在地震，现在又台风啊，以前好几千就都做几百块而已啊。秀林乡的和平车站雨露为楣，超出排水的复合能力，规条路加做一片的水。和平村早起风雨意外加强，除了行路困难，现场出现淹水的情形。淹到我看那边有好几台车都淹到水了。一台车互树撞到，树花插入车内。花莲县议员周俊雄2时尾仔经过中烈时，意外互登去路修地条，经历生死1年半。
像被活埋一样，是非常危急啊。然后发生这么大声音以后，车子也突然熄火，然后想办法也是从驾驶座连滚带爬，也是要爬出来。凯米风台带来风雨扫过花莲市区，摊放吹走落伫路边的街路，已经停业近一年拉鲁安饭店，厝顶的大片的铁片用要落来，互人看甲真着惊，民众赶紧将停在路口的车刷走。还在下雨，还在那个的话，它会掉下来，怕到时候又砸到人，很危险。中风吹甲路树连滚满起倒伫路中，互花19线无法度通行，新城乡公所赶紧派人清理。这摆凯米风台造成花莲真侪所在灾损，花莲县政府表示会提供受灾户各项协助，将伤害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看线，咱来看宜兰，这风台扫来到宜兰，也造成宜山七贤村，也有东山地区拢有淹水。苏花公路和中华公路真侪所在拢崩山。伫咧新澳磅空呢，也有这土石放落来，上紧明仔早起开放通行。另外，中华宜兰支线因为崩山的关系，造成南山村的居民呢，唯一对外车路登记，目前已经有抢通，会当单线双向通车。土石规个放落来，规条路差不多拢淹去。怪树透早就动工，因为强烈风台开米，中环几个路段甲边坡拢放去，一只还未清了，另外一只就搁放去。本来要回家回南山，快堵3个小时了。中环宜兰支线沿路礁石落来石头，还有倒去甲长去的树仔，高是26.5公里的所在，土坝放去的量就有1500立方公尺。第7架专线，公路局即马要拼伫26下晡5点进前，希望当通车。雄雄发生水崩山，南山村部落的居民吊伫山顶，落尾数是孤岛。也那苏花路龙井嘛发生土石流，毋那台九线东澳到南澳的路段，捌管制封起来。新澳磅空的磅空口，规个嘛拢是土石，上紧26早起才会开放通行。隧道南北口啦，各有将近1000立方的一个滩土方啊，目前正在加紧抢修了如果我们晚上抢通顺利的话，明天我们就来发布粮食部分的话。目前我们还 OK， 不会造成那个我们这边会缺粮食。这届风台雨毋但造成山区的路崩去，宜山的七贤村，还有东山乡嘛，拢发生淹水的灾情，上严重有淹到1公尺悬。规条路拢淹去，看到袂输规片湖，分袂出来倒位是路，倒位是水田。车若要过，敢若会当慢慢驶。也那大水河的水嘛呛入去人的徛家，民众厝内家具拢浸水，损失严重。伫七贤村有民众烦恼甲规暝拢袂困哩，敢若会当避伫厝顶。透早趁较无风雨，水较摕，赶紧拼出来。变高，但是没有用啊，因为来的速度太快了。我们连晚餐都来不及吃啊。因为七贤村本来就大水河，当地就会淹水。民众讲，日是下晡5点开始淹，无到1点钟的时间，水就淹到50公分悬。袂少徛家雄雄去互大水包围。那就是因为溪州水闸门无及时关起来造成的。现在完全是用自动化的自动水门，自动水门的原理就是利用那个内外水平衡的，只要外面的水位高，它就自动关闭了，不会说有任何倒灌的现象。河川署表示，即马溪州水闸门拢是自动的水门，只要南洋溪的外口是的水，比溪州排水顶顶内底是的水较悬，就会自动关起来，并无伤早甲伤慢的问题。即个因为内底是水伤济，抽水机放袂离，才会致使淹水。地方希望会当赶紧起抽水站，毋通互淹水的情形一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彰化田中的中南路一段，这赤水公园附近呢有山架放落来，影响到交通。另外，伫大城因为这落水溪规个涨起来，公所先甲6个钟头做预防性撤离，国军出动60个人协助大概4000位村民先刷去附近的国校啊。溪水串流，画面真惊人。因为凯比风台大来大水雨，落水溪水尾的自强大桥早起达到二级警戒，溪水淹过爆环，加上即阵是大流，大城乡公所请国军出动协助，撤离淹坏6个钟头，大约4000多位村民。支援12辆中型战术轮车以及60员兵力来投入人员的疏散。沿岸的这几个村庄，咱今嘛就是有2楼的就这样叫他就近，那没2楼的就疏散到西港国小以及这个大城国小。
风台雨也造成中华电中中南路一段车水公园附近发生山架水崩山，只是影响双向通车，目前已经排除障碍。另外，伫鹿港道沿有侪侪路树倒去，公所工程人员接到通报，随赶来处理。石头乡甚至有一丛100年的种仔树，被砍伫风台的威力，规丛倒去。风台来啊，阵风台阵倒去啦，会唔甘无？会哦，唔甘。这哦啊，100多年哦，做田的啦，上大时用遮济人。加在这几站以外，拢无造成人员伤亡。中央气象署表示，凯比风台的强度虽然有减弱，但是风台的外围环流甲西南水汽继续影响台湾、中南部山区、苗栗以南的边地，也是要注意会有大水害发生。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讲到这凯比风台雨，全台湾是变甲如苍苍，云林高溪草岭累积雨量超过500毫米，造成水尾大湖口溪做大水，岛南有真侪里也拢淹水啊。消防人员就要出动这像年船，把这居民救出来，而且有真侪所在淹水是因甲半车辆歇悬，害真侪车拢掉车。伫咧高溪呢，就有一对翁仔某前一暗坚持无要离开，也因为安尼死者影响到救灾，县政府尚无会甲因罚5万块。民众是有够着急，总算是联络到受困的亲友。如果下晡1点外，云林县消防局接到通报了后，紧急出动人员含动力船，驶过一片海到铁皮厝外口去救人。60几岁受困的云林人讲，对透早就开始淹水，伊根本就走袂出来，嘛无物件通好食，规面拢浸伫水内。好佳在路尾是等到救援来。厝内底嘛水哦。哎，泡在那里，把它照出来。北湖安尼哦。目前可能就是因为有泡在水里面，所以体温比较低，那身体比较虚弱。云林是对前一天暗时开始落大雨，高溪草岭伫2-5过道了后，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500毫米。这种对下游的大湖口溪遐起排，造成岛南地毋若旧社里，佮有拿珠里，最终因甲嫌坎居民只好较紧退离。这边是伫咧半岛起来。哦。啊，无咱这。落雨落少啊！大湖口溪的溪水一直淹到边仔的民家厝，水淹到半个点这么悬，地处徛过浸水内，车路变水路，透早3台车掉伫遐。啊，你怕不知道踩下来多深吗？对啊。哦。岛南镇有5条沿关河川，镇长新会分工，山顶的大水拢对这边在聚集，对透早抽水机就开始排水啊，但是根本都未复排。来到大湖口溪边，会当看到排水坑已经差不多要和溪面要边悬啊。镇长讲，这当祈祷这雨莫阁继续落啊。低洼地区的这种水吼，有时阵是只若爱离开家园的时候，也是爱强制设置。希望民众配合撤离，才袂增加救灾的成本。针对高溪中湖一对翁仔某，前一暗时坚持无爱撤离，安怎劝拢袂听，结果过当讲才讲要走，县长张立先讲会甲因罚。我们大概罚款5万到25万哈，那甚至如果有造成任何灾损，我们还会再请求赔偿啊。张县长讲，民众无爱第一时间配合撤离，过当讲才想要出来，路已经未通，因为救灾会照违反灾害防救法来处罚。记者综合报道。汉光40号演习遇到风台，国防部宣布中昼12点操演结束，就投入救灾任务。中南部当日落大雨做大水，陆军第4作战区调度 AAV7 2车突击车、像灵船来救灾，官兵也去到这高雄屏东的山区协助居民撤离。另外，国防部也派出气候部的这个高调部队支援灾后的复原，把这倒去的树仔隆重清掉。针对花莲中美路、民权路和上志路，国防部总共是动员60个高调人力，把救灾当作是作战，军民同心，做伙来守护家园，嘛，互真欠人的灾后复原喘一口气。国防部依这个灾害防救的需要，得将这个应召的后备军人来支援灾害防救。那我们也是希望尽量在今天能够恢复到主干道的这个道路的，让大家能够通行。基本营的官兵嘛投入嘉安乡太冲国小实施路树和植物的清运，恢复学校的环境。
你带把手卡身上。基步333里的官兵，甲行动无方便的士大人挨起来。大水过路，水势已经淹到脚踏虎。开辟风台造成中南部淹水，屏东南边乡的山区是出现严重灾情，需要紧急撤离。国军入来到山区，帮助村民撤离到安全的收容所，嘛帮助嘉东乡来踏沙地。陆军特使作战区调度 AAV7辆车突击车和家船救灾。沙地一地一地传落去，离岛金门的官兵接到救灾的任务，嘛开始动。金防部派出60个人，载风灾沙包500包，后民众来替加强防台措施。各位士兵很辛苦，也肯定各位士兵的付出。那相对的，未来我们在准备这个灾防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尽全力来保护我们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对汉光演习专做风台救灾，国军提名做好准备，随时支援帮助地势较低的地区来踏沙包。风台过后嘛，随派兵力帮助做灾后的复原，来展现国军就是国人上坚强的目骨。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这凯比风台已经离开，不过气象署也讲，这2天呢，中南部也会继续落大雨，咱赶紧来关心岛几个乡镇明仔载有关是停班停课的。目前宣布明仔载停班停课的县市，包括着台中市和平区南投县的信义乡、南投县的仁爱乡，也佫有嘉义县的阿里山乡。讲到这风台风雨是无停歇，南投信义乡的东部村、新木村这2个村因为到95线断去，这对外交通是跋倒来直接的。仁爱乡的这塔罗湾溪规个是涨起来，公所也先甲罗山温泉吊桥，还佫便桥封起来。因为这南投的灾情一直传出来，县政府也先宣布，信义乡、仁爱乡明仔载有关是停班停课。车路破一坑真大坑，地基嘛流失。南投信义东部村对外车路到95线，雨落规暝引起水崩山。现在4.3公里的所在，因为路基拢压坑，路袂通。现在新木村嘛，因为路袂过，2个村计共有800个人掉伫内底。虽然他们交通没有办法对外进出，但是因为我们的战备2灾2，就是灾2的物资，可以容纳他们14天的这个期限。仁爱乡罗山温泉区塔罗湾溪水是强要溢出来，虽然2时已经完成撤离，公所也是甲吊桥甲便桥封起来。南投山区因为雨落无休困，官府大声宣布仁爱乡甲信义乡2日也是停班停课。土石为民崩坑顶悬拼落来，台电的人员去甲台中和平区要修理山区的电力设备，不过因为路袂通，嘛，互修理的工课都要动点。台8线跟台7甲线有多处的土石流跟树木的倒塌，影响道路的通行。根据台电统计，到2号下晡2点为止，内山还佫有596户停电，今日当等路通了后才会当去修理。因那国管工务段表示，目前内山3条主要的车路拢有土石崩塌，无道出入都袂输高岛。古关到梨山这一段是纵横便道，目前因风雨而封闭。梨山往宜兰方向7甲的部分，多数摊方目前这个路段也暂时封闭当中。另外，由于从大屿岭方向出到合欢山，再下到古屿的方向，由于这目前是风雨中那目前呢离心灾害也蛮多的。还好山上的温度是比较低呀，损坏没有那么快但是明天一定也要运出去呀。国管工务段已经派人员甲怪手去处理，台8线甲台7甲线部分的路段已经先封起来。当地农民烦恼讲，农产品无法度载出去，可能会影响因的生活。希望往回合欢山方向的车路，会当优先处理甲通行，来降低因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山区5峰也有尖石乡有预防式撤离767个人，可能受到这水崩山影响的徛家，伫昨呢也拢先全部来预防性撤离。县长杨文科早起去到5峰乡的收容所视察，慰问乡亲，感谢救灾人员。大水是真错流，开明风台带来大水雨，甚至尖石5峰也传出灾情，路边的电火条啊直接被吹倒，涂骹也拢是大大细细石头，看起来是真危险。风雨是越玩越大，凌晨也很大，凌晨1、2点我都没有睡山区都习惯了，可是还是要撤离啊。当然担心，河边那昨天的雨很大，担心土石流。对，还有土石流。
根据在海应变中心统计，因应开明风台，新竹县有风声撤离767人，其中尖石乡112人，五峰乡55人。尖石五峰两乡的土石流保存户也在24暗时完成有风声撤离。开明带来雨量影响山区，甲鹿川九林有土石送去的状况。尖石乡长协调经销各军等单位来协助撤离，总用6号保障居民的安全。收容所内底放简单的倒椅、架床，提供民众休困。县长杨文科也去巡视五峰乡收容所的情形，佮感谢各单位跨部门合作，将灾害降到上低。尤其是对于五峰、尖石2个山地乡，我们昨天也动员了，把部落里面的通通把它这个接到这个安全的位置来，所以目前情况非常好，也感谢大家的支持。根据新竹县灾害应变中心上新的统计，到15中到12点，全县各项灾害通报总共是80件，其中路树、电火条啊、围篱、看棒顶落入去或者是倒去有49件，车路石头连落甲土石崩塌有14件，部分停电有7件，其他协助案件10件。大部分通报案件已经处理完成，少数处理当中。全县主要道路通行拢正常。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三峡的这个山区大坝溪溪水涨起来，有5个里防列做是最防线的黄色警戒区。虽然不是爱强制thiết立的红色警戒，区公所也讲，为着这民众的安全设想，有先安排民众去到安全的所在避起来。即个风台伫新北市的山区嘛落袂少雨，透过镜头会当看到这大坝溪这水位是规个提升起来。其实伫三峡呢有5个里20条这溪流防列做是土石流、创设溪流的黄色警戒，所以山区部分的里民已经是正值暗先防撤离落山。总是吸引游客来耍水的大坝溪溪底，因为风台来遐大雨冲刷，水流变甲非常窜流，溪水涨起来变成是黄落落。有居民讲，真久无看到水量这么大，趁着风雨暂停的时间来看卖影，好佳在并无伤大的灾情发生。下雨了以后有没有？它本来水都很干，水量较大，现在咱落雨了，即马水较大起来。还好啊，没什么损失啊。你敢有造成什么损失有诶无？无啦，无。啊，鸡仔拢好安尼。嘿啦嘿啦。佮往上来到幽木里，一早路上是空闲闲，唯一出现的一台车是搬出里民当来饲鸡，包括幽木里在内。三峡总共有99个人为山区撤离，无法度移亲的里民，就安置伫山骹的汽车旅馆有31个人。公所表示，只要雨量达到标准，就启动撤离的 SOP。是因为现在气候的一个异常其实不是我们人力比较可以预测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以前就是要底在先的方式来做一个处理。公所指出，即届雨量逼近红色警戒，加上已经执行过挂界撤离工作，山区里面拢会当理解安全第一，配合多元。记者林永平做新北报道。新北市英国国小有一栋日本式的旧校舍，对1938年保存较大。伫咧2015年的时阵，公告做文化资产，但是这栋旧校舍未堪得咧风台吞大，有一寡厝舍已经吹甲放落来咯。新北市政府也讲，目前正咧评估这抢修的方式。当地里长是希望会当改规划做历史文创园区，带动地方的发展。厝顶的厝舍未堪得风台开米的大风大雨一部分放落来。这栋是新北市英国国小的日本式旧校舍，起伫日本时代1938年，原来是教师宿舍群的一部分，落尾无使用，拆到剩一栋。2015年公告做文化资产，原来着真脆弱的旧厝，搁互即摆风台损害。对外观看起来都是一寡黑皮落落来啦，内底其实是无受到什么损害。因为我进前去看内底嘛无积水啊，任何的迄款的维修啊，还是讲保护拢会经过咱文化机关的同意。目前是咱照原来的方式呢，先伫遐咱是甲围起来，禁止人去使用甲去破坏。这栋旧校舍目前所有门窗拢互人封起来，避免有人入去。当地里长认为，文化资产伫
店家无使用是真拍算。这栋英歌国小日本式的旧校舍就踮伫咧英歌辉仔老街的附近，会使讲是非常老旧的路段。当地里就希望若通变做文创园区，是真好活化文资的选择。咱这个学校吼，甲咱因为拄仔咧老街内底吼，甲咱这个社区，甲咱这个商圈做一个结合，足够小的啊，伊绝对会愈派愈济啊，尔啦。你若无紧来甲伊整修、甲伊保留吼，会愈派愈济。针对旧校舍损害，新北市文化局讲会赶紧请文资委员甲相关单位会勘，评估紧急抢修的方法。教育局表示，修复甲再利用计划是等咧规划，估计明年初会完成规划阶段。里长讲，活化旧校舍的诉求为3年前就开始，到达也无啥进度，搁互风台损害，感觉真无奈。记者郭林玉凯新北报道。有替大家观众朋友整理明仔载上届新停班停课的消息。目前除了台中市和平区、南投县信义乡、仁爱乡，也有嘉义县的阿里山乡以外，搁再新增嘉义南县南澳乡、苏澳镇南强里、朝阳里，提醒在地好朋友。也来讲到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7度到3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1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4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32度。平阳、金门、马祖对26度到3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